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嘅頻道。今集繼續帶大家遊大阪，而且今次絕對係由朝玩到晚，由晚玩到朝，體驗真正嘅大阪不夜城生活。話說當晚10點幾，我哋5個人食飽晚飯之後，本來諗住返酒店休息下，點知朋友一句嚟到大阪體驗夜生活，等於去日本食壽司，結果大家即刻精神返晒。於是我哋向住道頓出發。夜晚嘅道頓真係另一個世界，霓虹燈閃到好似聖誕節全年無休咁，運河兩邊人頭湧湧，氣氛熱鬧到不得了。我哋首先進入第一間 Disco Club， 一入門口，積雲已經遞上免費飲品。作為一個精明旅客，見到 Free Drink 呢兩個字，我雙眼即刻比固力果招牌仲要閃。第一杯雞尾酒落肚，感覺良好；第二杯落肚，開始覺得自己有節奏感；第三杯落肚，我覺得自己好似參加緊亞洲舞王大賽，音樂震到連地板都跟住跳舞。朋友攞住鹹爆谷不停食，飲一啖酒，食一粒爆谷，食到口渴，再飲酒，然後再食爆谷，形成一個完美循環。第二間 club 氣氛更加誇張， DJ 每轉一次歌，全場即刻尖叫。我本來想斯斯文文拍片，點知隔離有位外國遊客跳舞，跳到好似龍捲風，我部相機差啲被捐入二次元空間。第三間 club 已經接近凌晨4點，朋友開始進入哲學家模式，有人攬住條柱講人生，有人研究點解日本廁所咁高科技，仲有人堅持自己完全冇醉，但佢已經對住垃圾桶講咗10分鐘英文。最後大家帶住半清醒狀態離開 club。道頓運河依然燈火通明，固力果跑步人招牌仍然精神過我。橋上好多遊客打卡，有啲人仲精神到可以直播，而我只想揾張床。不過肚餓先係最大問題，於是凌晨4點半，我哋決定去吉野家食早餐。冇錯，當人哋準備起身返工，我哋先開始食早餐。熱辣辣牛肉飯送到面前，個感動程度差唔多等於中6合彩。朋友話呢碗牛肉飯係人生最好食嘅一餐，我覺得唔係因為特別好食，係因為大家太餓。食完之後即刻叫 Grab 返回 Brekaso Saka 酒店。返到房第一件事唔係量，而係檢查手機，睇下有冇拍到自己跳舞黑歷史。第二朝起身，我哋由本町站出發去大阪 Station City。呢個地方大到令人懷疑人生，感覺好似一座城市入面再藏住另一座城市。經過阪神百貨，經過梅田本店，每個角落都係商店。如果俾我阿姐嚟，我相信可以逗留3日3夜。ほんまに難しいですね。之後，我哋行去 Yodobashi Umeda， 科技迷天堂正式出現，相機、手機、電腦、遊戲機、耳機、無人機，樣樣都有。我每經過一個櫃位都想停低，朋友不停催促，
因為再慢少少，可能今晚要喺電器店過夜，最後上到最高層餐廳區食午餐。餐廳選擇多到眼花繚亂，燒肉、拉麵、壽司、咖喱飯，每一間都香到犯規。食完午餐，我哋前往電屋橋 Sky Terrace Cafe Bar， 位於30樓高空。一出電梯，全場哇一聲，大阪天際線盡收眼底。河流穿過城市，橋連接兩岸。高樓大廈一直延伸到天邊，最正係見到飛機慢慢飛過，每次飛過，全部人即刻舉起手機。我哋影咗無數自拍，結果發現背景永遠比主角更加搶鏡。之後前往 Namba Park Garden， 呢個地方真係神奇。明明身處繁忙大阪市中心，但感覺好似走入森林公園。由2樓一直延伸到9樓，超過500種植物、樹木、流水、瀑布、綠色植物包圍四周，令人完全忘記自己身處購物中心樓頂。
之後，我哋漫步去千日前道具屋根，一路行一路睇，見到成人用品店、娛樂場所、網吧，仲有提供過夜服務嘅地方。大阪夜生活真係應有盡有。行到一半，突然聽到歌聲，原來有位日本街頭歌手正在表演。少しじゃあバラード気味やっていい？もう一曲ね、自分で気に入ってるオリジナルがあるんで、それをちょっとバラードやけど、歌詞の内容は応援ソングやけどね。応援歌って曲なんですけど、この時期にぴったりな曲で、応援歌の応は桜っていう字ですねに援助の縁に歌で応援歌っていう曲を、お送り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今から新生活が始まっている方も多いと思いますけど、僕らの代が本当にそのドンピシャの世代なんで、今はでももう僕より年上ですもんね新生活ではない、今から一人暮らしっていうのもねあると思いますよ。あと初めての会社とか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ちょっとでも背中を押せたらなと会社に、騙されて入っておりますなんかね、ペンキ屋の営業の会社に入ったんやけど、入るとなんかありがとうとはみたいな、なんか宗教的ななんかを今なんか教えられてるらしくて、なんか騙されてるらしい。プラスついこの間彼女に振られたらしい。もうダブルで今なんかいろいろダメージが来ておりますけど、応援歌って曲をじゃあこちら。雖然未必完全聽得明歌詞，但旋律好有感染力，好多途人停低欣賞。この線に立った今、僕らは夢を追う。氣氛十分舒服。赤い壁がばかろうとも登り切って笑え、簡単な道ではないさ、分かって選んだ道さ。泣いてもいい、甘えてもいい、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ればいい、後悔せねばそれでいい。旅程最後一日，我哋喺酒店 check out， 順便帶大家參觀酒店設施。大堂整潔舒適。走廊有雜誌架、免費洗髮用品、孕婦乳液、沐浴用品任君選擇，仲有自助飲品機。旁邊房間設有超過5部洗衣機同微波爐。非常方便，酒店旁邊就係羅神，零食飲品早餐全部齊全。朝早7點，我哋拖住行李衝向車站。距離機場快線開車只剩8分鐘，全員進入奧運百米衝刺模式，最後成功上車。
30幾分鐘後抵達關西機場，同另外3位朋友會合，再去 Starbucks 食早餐。之後搭乘國泰航空前往香港。機期間發現一隻超巨大瞓覺貓咪裝置，當然唔可以錯過打卡，仲抽時間去東湧 Citygate Outlet 行街。雖然話 Window Shopping， 但個銀包似乎有自己想法。夜晚9點半再搭機返馬來西亞。飛機餐選擇港式麥芽魚套餐，算係今次日本旅程最後一餐。凌晨1點半終於抵達 Kline， 雖然攰到眼都差啲打唔開，但回憶已經滿載而歸。如果大家鍾意今次大阪之旅，記得幫我按讚 like、訂閱 subscribe、分享 share 俾朋友，同埋留言話我知你最想去大阪邊個景點。你哋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次旅程再見啦！